點解黃金簽證係100億嘅大生意？全世界咁多人都要買黃金簽證呢？連美國政府都要出嚟搶埋一份。究竟買咗黃金簽證有咩好處呢？今集就同大家揭開黃金簽證不為人知嘅一面。移民多角度，從移民嘅角度睇下天下事，就算你唔移民都可以睇下。睇片前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撳埋個鐘仔，一有新片你就知道㗎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Angelo 羅立剛，歡迎大家收睇移民多角度，一個唔移民都可以睇下嘅節目。根據非正式統計，黃金簽證喺2022年咧係收到只有4000幾個嘅申請，但係喺過去短短2年幾之間咧，申請數字咧已經大幅飆升，超過2倍幾，收到接近1萬個申請咯喎。呢個情況咧，仲有陸續增加嘅趨勢添，甚至乎連 Bloomberg 都特別有專題報導黃金簽證，所以可以講話黃金簽證係幾犀利咧。答案好簡單，黃金簽證主要一個供求嘅問題。我哋先睇下供方，即係唔同嘅國家有咩好處呢？就係錢啦。根據路透社嘅資料顯示咧，塞浦路斯喺停止投資移民之前，每年喺投資移民上面獲得嘅利益咧，接近14億歐羅嘅。而葡萄牙喺過去10年嚟黃金簽證上面所獲得嘅經濟貢獻咧，係超過8億嘅歐羅。俄羅斯人已經用咗6億美金去購買喺杜拜嘅房地產咧，嚟到攞到黃金簽證咯喎。香港仲犀利，通過投資移民都 cap 咗300幾億港紙啦。淨係睇呢啲數字就知道黃金簽證對呢啲國家帶嚟幾大嘅經濟收益。記住喎，仲未計嗰啲咩申請費啊、稅費啊，或者連帶性嘅經濟收益喎。所以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喺2012年陸續推出咗黃金簽證之後咧，佢哋都慢慢脫離咗破產嘅邊緣啦。甚至乎最近美國總統特朗普都推出 Trump 卡，100萬美金一張起步。已經有7萬人登記咗，如果全部賣出都收70億美金，睇下呢個真係一個無本生利嘅生意嚟嘅。今時今日咧，我哋要喺唔同嘅地方工作啦、做生意啦嚟賺錢嘅，所以我哋根本冇可能住死喺一笪地方，或者符合坐移民監嘅要求。再加上為咗減輕稅務責任啦，或者係符合 CRS 全球資料互換嘅要求咧，我哋都有可能唔會住喺一笪地方超過183日嘅。所以好多人都會攞咗2到3個身份。第一個身份就係你原居地嘅國籍，第二咧就係持有一本護照去持有你嘅資產，作出資產嘅保護。第三個情況，有啲人亦都會攞多一本護照去嚟到做生意，避免地緣政治嘅影響嘅。現時全球嘅地緣政治啦，或者係某啲國家嘅內鬥咧，係鬥得非常之犀利嘅。所以咧，如果你冇 Plan B 多一個身份咧，可能分分鐘你一夜之間成為難民啦，或者俾人國際制裁唔去得人哋國家啦，甚至乎咧有啲國家咧依家成日都禁止佢哋嘅國民咧出境啊，或者軟禁佢哋，你就會失去咗自由噶啦。所以好多人多一個身份咧嚟到保護佢哋嘅自由嘅。喺某啲地方咧，佢哋買黃金簽證咧係為咗子女升學嘅，因為某一啲國家，如果你係當地嘅公民嘅話咧，你係唔可以讀國際學校㗎。咁佢哋為咗仔女可以讀國際學校咧，就幫佢哋買一本護照啦。另外有啲人係避免地緣政治嘅關係咧，影響仔女去海外升學。舉個例子咧，好似中美關係近來嘅變化咧，今年咧好多中國嘅留學生咧攞唔到美國簽證㗎。但係如果持有海外護照嘅中國留學生咧，影響就少好多啦。好似喺稅務方面，英國政府將會徵收富人稅，所以唔同嘅媒體喺度估計咧，將來會有過萬個英國人咧逃離英國。加上 CRS 全球財務資料嘅互換咧，對好多喺全世界有資產嘅人嚟講咧，都有一定嘅影響嘅。所以如果你有咗第二個身份嘅話咧，就比較好解決呢方面嘅問題啦。除咗自由同家人之外咧，我相信錢對大家嚟講咧都係好重要嘅。所以咧，有啲人為咗保護佢哋嘅財產咧，佢哋會攞另外一個國家嘅身份，跟住喺其他嘅金融機構咧存放佢哋嘅資產嘅。
因為咁樣做，萬一有咩事都唔會一鑊熟1蚊都冇啊嘛。好似好多俄羅斯嘅富豪咁樣，喺被制裁之前咧，已經攞咗另外一個護照喺英國啊或者瑞士開戶口。如果唔係咁樣，就 PK 咯。另外咧，有啲人咧就生活喺一啲極權嘅國家，為咗避免政治迫害啊或者財產被充公咧，佢哋都會同樣地攞另外一個國家嘅護照去做資產保護嘅。唔好玩咧，人類最怕就係交稅㗎啦。呢啲傳統嘅移民國家咧，都係高稅率嘅國家。仲有喎，一般嚟講咧，佢哋都需要你坐移民監。今時今日，我哋喺唔同嘅地方工作、做生意、賺錢，如果要我哋坐移民監咧，根本就係得不償失。所以好多人咧都寧願花錢買一個護照或者買一個身份就算啦。黃金簽證咧又可以叫做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CBI） 或者係 Residency by Investment（RBI）。一般嚟講咧，佢哋都有指定嘅投資金額，要求你投資喺指定嘅投資項目上邊，同埋投資期咧都有規定嘅。咁一般呢個投資期咧大概係3年或者5年到，而投資期到咗之後咧，你就可以收翻你嘅投資。而指定嘅投資項目咧，一般有房地產啦、捐獻啦、創立業務啦，或者係投資喺金融產品上邊嘅。黃金簽證咧都會分種類嘅喎，一般嚟講咧都會根據你攞到嘅身份嚟到區分嘅。例如加勒比海島國聖 Kitts 啦、土耳其啦、太平洋小島 Nauru 啦，甚至乎大家熟悉嘅阿魯亞圖咧，都係護照項目，即係話咧你提出申請之後，好快就直接攞到佢哋嘅護照㗎啦。甚至乎有啲國家仲可以幫你改埋名添。而另外一種咧就係先攞到佢哋嘅居留權。滿足咗簡單嘅要求咧，就可以好輕鬆攞到佢哋嘅永久居民身份或者護照啦。咁呢啲國家咧就好似葡萄牙啦、新西蘭啦、馬耳他咁樣。而尤其是以葡萄牙咧係最受歡迎，因為佢由入紙嗰日開始計5年之後咧，你就有機會攞到佢哋嘅護照㗎啦。而最近喺2025年4月先至推出嘅新西蘭投資移民咧，都算係一匹黑馬嚟㗎，因為一開始接受申請咧，佢就已經收到大量嘅申請。我估計佢咁受歡迎咧，係因為佢唔使住就可以攞到永久居留權，同埋佢係英語系嘅國家。最後一種咧就係你只可以攞到佢嘅長期居留，而係好難會攞到佢嘅永久居民身份或者入到籍嘅。呢啲地方咧就係譬如泰國啦、馬來西亞啦、拉脫維亞啦、阿聯酋等地方嘅。講到黃金簽證有咁大嘅經濟貢獻，點解我哋成日聽到歐盟要取消黃金簽證呢？西班牙已經停咗買樓黃金簽證，馬耳他停止咗一步到位嘅護照項目，塞浦路斯仲停晒添。點解？因為黃金簽證影響咗歐洲嘅樓價，造成通貨膨脹，亦都因為有一啲國家盡責調查做得唔好，引咗一啲罪犯同犯罪分子通過攞到黃金簽證嚟到逃避調查同埋追捕嘅，同時亦都造成洗黑錢同埋逃稅嘅問題添。正因如此咧，我哋估計咧，黃金簽證嘅黃金年代咧將會面臨結束㗎啦。因為歐盟不斷嘅施壓啦，要成員國取消黃金簽證或者提高門檻，會令到個選擇越嚟越少啦。同埋新西蘭同埋美國咧都有前科嘅，佢哋好興一收夠數咧就閂門㗎啦。總括嚟講，黃金簽證咁受歡迎，因為佢除咗生意人適合之外，如果你係專業人士、高管，你試諗一下，你唔需要投資做生意，又唔需要靠公司嘅派遣，或者唔需要喺外國有親戚，只要你有一定嘅財力，你就可以幫你自己同埋家人咧買咗一張通往世界嘅門票。呢個就係佢受歡迎嘅原因啦。今集時間又到啦，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內容，請俾個 like 我哋，或者喺 comment 嗰度留言話俾我知。記住 share 埋俾你嘅朋友睇。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